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基隆市的城际转运站起4年，今仔日正式来启用。前市长林右昌伫面册来写讲，转运站伫伊的任内完成90%以上，但是市长谢国良并无邀请伊参加启用典礼。有袂少的网友口说这谢国良讲挂伫我尾，谢国良是驳回讲，因为考虑到林右昌目前是党务的身份，无适合参加，所以因是邀请交通处。另外，要甲罢免的人数已经进到第2阶段，谢国良讲会继续做好市政。在此宣布，基隆城际转运站正式启用。基隆市城际转运站正式启用，工程用4年时间，历经2任市长，总算伫咧今仔日1号举办启用典礼。3、2、1，未来城市基隆先行。市长谢国良和市长董主委同齐参加，不过前市长林右昌却无互邀请来。典礼前一天，林右昌伫咧面册写，伊伫咧城际转运站头一支条画写官方，嘛伫咧文章内底写着伊真欢喜，伫咧伊任内工程进度已经达到99.7%，真可惜无赶伫咧热任前正式启用，嘛怨叹无互邀请，所以才无法度参加启用典礼。因为我们有考量到他现在是一个党务的身份，跟一个交通设施要开幕，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适合。不过市长若无用转运站的启用，顶礼拜传出罢免谢国良的人已经超过4万人。市长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做一个后盾。支持者大声甲市长加油，不过罢免谢国良的行动发言前，顶礼拜就宣布第2阶段人数已经有36000分，超过第2阶段的门槛。市长谢国良就来做回应。请大家放心哈，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准备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市政工作做好。下班后我们会到八德路跟大家讨论一下近日的局势。谢国良讲会做好市政，后一步要如何行，会阁继续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